有現咗好奇過嚟越南胡志明玩 happy， 究竟要用幾多錢呢？胡志明作為越南嘅經濟中心啊，就等我親自幫各位現組梳理一下。首先係簽證啦，230左右。機場落地安排快速通關咧，就再加嚿水到。咁住呢方面咧，我自己咧就會揀 Landmark 公寓呢邊，400蚊晚，同朋友翻嚟咧又唔使登記，仲唔禁煙添，自由出入好撚方便。食嘅方面咧，普通餐廳其實就一嚿水到，咁海鮮大餐就再多幾廿蚊咯。至於越南河粉啊，10零蚊咧食到你嘔啊！娛樂方面咧，帝王洗頭咧就150蚊到，洗頭剃鬚鬆骨搞掂之後，成個男人都翻晒嚟。日韓街小酒館咧套路好多噶，去望下就算啦。真係想體驗咧，直接打卡櫻桃餐廳啦，7嚿水海鮮自助，30-40款3晚海鮮任揀。咁至於練歌房咧，都係簽唔到，金曲懷舊嘢嘅首選啊。龍宮絕對係算大 project 啊，2200一位左右。泳池唱 K 咧，仲有乾濕蒸，餓咗咧仲有雞湯麵食。最後啊，飯五老街一支 Tiger 10零20蚊，又可以坐成晚啦。咁樣計落嚟啊，你一趟國內嘅練歌房啊，都夠嚟西貢旅遊啦。要嚟咧就趁早啦，精神啊！